自從比亞迪新推出咗插電式混能 SUV BYD C-Line 6 DM-i 之後啦，收到好多車主嘅查詢，離不開都係講緊性價比啊、車型特性，又或者駕駛習慣咁樣。咁今次就等我慢慢咁拆解你哋嘅問題啦。比亞迪嘅 DM-i 超級混能科技，點樣幫我應對而家多變嘅用車環境？香港車主正正面對住充電配套、油價同埋政策呢啲多重嘅挑戰。比亞迪 DM-i 完美結合咗電車嘅舒適同埋油車嘅便利。喺多變嘅用車環境底下，佢可以自由選擇充電或者入油。無論充電網絡定係油價點樣轉變都好啦，你都絕對擁有最高嘅選擇權。係一部真正令你無憂出行嘅 SUV。有啲咩疑問，記得聯絡我哋專業嘅銷售顧問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